讲起来吼，中国的一个大的变化，吼，对台湾来讲起来呢，台湾是绝对反对到底的嘛，对不对？台湾是民主社会嘛，吼，皇帝制度迄是过去的代志嘛，对这台湾应该就绝对关心嘛，要安怎好维持台湾的这民主化？但是伊是迄个做皇帝。但是伊绝对迄权力啊，伫手内，毋知要变啥，毋知啊。这款的情形下是台湾的较重要。今仔日就是要讨论联合国的代志，对不对？这就是台湾应该要做，要入去联合国，一个国家的形体应该就讲得上清楚，这是咱应该做的代志。公道的代志就是遐开始嘛，必须应该有安尼做，台湾才有法度行出联合国的这会员内面的资格啊，是必须应该是一个国家啦，毋是联合国，还是讲中华民国，这个明明不行，这代志相重要。讲因即马吼，就是对台湾一寡政策吼，就是要甲咱台湾人才去给你并，啊，你会烦恼讲台湾未来会安怎？这政府态度应该较清楚。我伫的时，我拢无惊我，应该就处理啊，做些这个黑社会啊，就反对台湾自由化，规大多的人也伫台湾现在嘛，还搁咧变嘛。针对这应该有态度，应该是较坚强者。要做主席的人，要做总统的人，这代志应该就好好去处理，无以台湾的一个国家的名义，台湾的自由化、民主化，无法度通维持，对不对？要做啊台湾的领导者，这大的勇气应该都有。